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，我係小青，今日同大家慢慢傾下最近成日聽到嘅 AI 人工客服。係啊，台長 Betty Lam 啱啱先去同客戶做分享，示範咗啲 AI 製成品，幾誇張下。係咪而家興緊嗰啲 customized AI，即係幫一間公司度身訂造，可以駁入佢哋自己內部系統嗰種啊？冇錯，佢哋而家做到有 AI 人工客服，可以讀到公司內部資料，再駁埋 WhatsApp、Line、Telegram 嗰啲 chatbox 平台。咁即係話，客人平時照樣用自己習慣嘅 app 打一句查客我份 order 到邊，AI 就可以幫你回。係，而且唔止係答問題咁簡單，可以自動幫你落單、改時間、排程，仲會即刻更新翻公司入邊嘅 inventory 存貨資料。聽落好勁喎，但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咁，仲使唔使真人客服啊？會唔會好多人飯碗不保？呢個都係好多人最驚嗰 part。以前可能要10個 CS 輪班覆客人電話、信息，做晒啲好重複嘅嘢。而家就變成 AI 幫你處理大部分標準問題，例如送貨幾時到、點樣退貨、邊度睇條款嗰啲。咁公司可能淨係留2個比較高階嘅客服，專心處理啲複雜 case，或者啲 AI 答唔到，涉及情緒同投訴管理嗰啲。即係個重點由人手打字回覆變成人點樣設計同管理個 AI 系統，角色有啲似以前前線同而家做後勤策劃咁。係啦，以前 CS 可能日日 copy and paste 同一段說明，做足8個鐘，而家可以花時間諗點樣整理 FAQ，寫靚啲回覆 script，教 AI 點樣講嘢貼地啲。其實都幾考同理心設計，你要諗清楚客人喺邊啲位最易嬲、最迷惘，然後 set 好 AI 嘅回覆，起碼要令客人覺得有人聽緊我講嘢。同埋 AI 可以睇晒成間公司嘅資料庫，反應仲快過新人 CS。新人入職都要時間熟習產品政策，AI 就一開波已經有全套資料。咁講 AI 就似一個唔會請病假嘅助手，但係當有啲灰色地帶要變通，要講人情味，就要真人出手。係啊，好多公司做法就係 AI 頂住 frontline 處理8-9成 case， 一去到客人真係好唔開心，或者涉及金額大、風險高，就自動轉真人。你覺得咁樣對客人其實係好定唔好啊？有啲人好憎同機械人傾偈喎。我覺得關鍵唔係 AI 定真人，而係解決問題嘅速度同質素。如果 AI 1-2分鐘搞掂，以前要等15分鐘排隊聽電話，其實客人會幾滿意。反而最嬲嗰啲，多數係嗰啲明明話轉真人，但你喺度 press 1、press 2兜幾個圈都揾唔到人，嗰下先火滾。所以設計得好嘅 AI 客服應該要好清楚，幾時應該自動轉真人，而唔係死頂。識得收手，客人反而覺得你有誠意。咁對員工嚟講，其實都係一個轉型機會。可能你之前做純粹打字客服，而家可以 upgrade 做客服系統管理，甚至參與埋 AI 訓練。未來好大機會係人同 AI 一齊做，同場合作。AI 做 volume，人就做判斷、做關係、做創意。總結下 AI 時代係咪仲需要人工客服？答案應該係需要，不過做緊嘅嘢會好唔同。冇錯，唔再係10個人重複答同一條問題，而係少啲人，但每個都更專業，處理高難度同高情緒嘅 case。希望聽緊節目嘅你，如果係呢一行，都可以早啲諗下點樣同 AI 合作，而唔係淨係驚俾 AI 取代啦。今日就傾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茶餘飯後，下次再同大家飲茶吹多幾句。拜拜，下集再見。